台语连续剧《翠心鸾》。一个真结束也有啦，看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。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纸的话你敢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敢袂想怎担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言，看无你较快活。是有啥物代志？我实在唔知要对你讲起。这是去互查拉偷摕去的药啊！是我对车卡穿遐甲头摕落来，是迄个第一。是毋是吼？这拢无重要啦。杨三啊，我问你，你甲秋金啊到底是啥物关系？我甲秋金，外口吼，足一个风声，讲你甲秋金有暧昧，到底是毋是真的？我熟悉的代志，我不需要解释。啊，无拄则我哪会看见你手一样牵人的手？啊，用讲的就好啊，你用牵人的手要创啥？你这你要做啥物解释？两个人无聊咧讲笑，无啥物意思啦。你对春暖也有责任。啊，若是讲对秋金啊吼，我相信伊也家己知影讲伊家己的立场。毋过外口吼，烟仔话一大堆，这烟仔话是害死人的。我希望你以后甲秋金啊保持一个距离，知影无？啊！伊内面是咧讲啥呢？无定定拍起来呢。莫有讲。对，来，我问你，你阿应该上班的人无来，啊，你来是要创啥？啊对吼，我去阮迄个职工拍者，煞去都袂记哩啦。阮伊啊吼，心啊，真是嘞啊！真是的啦。伊啊透早才甲我偷讲呀，我随甲阮母啊讲呢。吼，阮母啊偌现实的，叫伊啊吼头马上啊随撕掉，即摆态度无共款，对伊啊偌好咧。就是安尼，伊阿才无来。就是啊，即摆吼伊啊卫生室的头路决定要撕掉。是讲安尼也好啦。哎，恭喜你咧，你要做爸爸？做老爸啊！你也知吼。黄生，我再三甲你交代一下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，过去的代志，都要放我过去，知影？我知。对，英啊下班了后来找一撮，有重要代志要甲伊参详。空到的，啊伊啊，哪会无来上班？袂瘾甲你讲，你这讲安尼无大无小，乱来！啊我倒咧空啦，啊我是倒咧空空啦。
我即阵是咧做衫裤生意呢，透早做到暗吼，会咧拼命趁钱，会忝到要死呢，都叫我空砍的。你敢知？我即阵要做老爸啊，我倒是咧空啦，做人个职工，做时大，做啊才鸭吧。太叔，你讲对无？这不是互查我穿鸡药啊？啊，你哪会搁这领西装搁穿呢？母啊，我穿西装是遐歹看哟，互你嫌我无一块着呢。好看就咧好看，我就安尼看袂惯势啦。你惯势都加看两工，惯势啊你个。哎呦，你想哪？就毋知安怎哦，人一直艰苦起来呢。艰苦？嘿啊。不过来叫手机啊，叫个医生甲你看嘛。免啦，无需要啦。你毋是互迄个医生看较会合？我即马看到伊吼，煞咧愈看愈插目啦。母啊，你拢甲我同款。吼，迄个毋请医生哦，甲装痟安尼。看我袂顺眼，我哪看会袂顺眼？有一天我哪甲修理甲金死死。迄个人都莫插伊就好啊啦，紧来甲我敲电话哦，叫车卡带来甲我注射啦。无安尼哦，我感觉人安尼一直毋好起来了。好，我来叫车卡带。嘿，我叫你敲电话，你是要去倒？母啊，拍电话车卡带生意偌好呢，伊电话中甲你应好，当时要来也毋知啦。我哦驶车来甲压较紧。哎哟，你都安尼受空受芳，想要驶迄台车出去，我煞毋知。母啊，车买来就是要驶啊，水衫买来就是要穿啊，无开钱要创？好啦好，你去吼，就爱较早转来，较细腻的开较慢的哈。知啦。秋金，卫生室替我顾者。你要去对？你上了解我，你想我会去对？莫去啦！你毋是答应春暖爸爸，莫搁追究这件代志啊！我是有答应讲莫去通知警察来处理，我并无要讲莫去追究啊。你先莫冲动，先冷静下来，再搁找人来参详一下啦。免猜想啊！蔡叔，蔡叔。后车啦，慢车！你这个干在拍？恁爸愈看你愈气差。让我啦，我。让我后车！这个干在干你袂做？唔相信再试看嘛！我这么细时啦。恁要再甲你扛这车啦，干我！哇！惊了惊，惊靠了拍！叫啥声啊？你讲会讲有影啊？啊，毋知啊，话敢换白讲的哦，佮再讲，我是医生的，有身份的呢，话都免换白来讲的用。哎呦，夭寿！想袂到乡间的人看起来安尼恬恬，会甲安尼哦？你毋是安尼，若讲因两个人要讲起来话真济哦，你著讲了到咧，你这是讲啥？无，我无讲，慢慢就看，无啦，你慢慢安尼，哎，无要紧啦，你继续讲，咱听得等下小看紧啦。是安听？嘿啊，你知？迄卫生室遐内面哦，房间对不对？对啊，房间啊，有一间眠床啊。对啊。嘿啊。
眠床，你知唔知？哦，哎呦，夭寿哦！因两个伫房间，哎呦，你讲慢点，叫我讲，嘿，你讲我。是啦，因两个，哎。我无讲哦。你要啥？我什么拢无讲哦。大家你后边看啥？我才袂晓外出啥，你家知无？上去！上啦！听的心无理由，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讲袂受我才袂晓外出啥，你家知无？上去！上啦！这不是咱卫生纸药啊？物件，啥物件我就知，我找啥你知啦？结果。当叔哦，他是先下来啊。哎，阿姐，阿姐姐，系啊，系啊。这个，喂，啊，你没叫过来，你是无听到？啊，人咧冤家，你徛遐创啥？四川，你想要拍完？我知啦，生理做收啊，要比拳头哦。好啦，我拍袂赢你。你拍，来，我等来。这是误会啦。误会？哪有啥物误会啊？误会就俺出门大想要拍我。哼，出去，别甲伊解释，咱来走。你要尊重了。恁爸是因翁呢，要走嘛要尊重是啥？对啊，迄人是因翁诶，唔讲尊重一个，那是创啥？我可要去上班呢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恁爸来遮还有啥代志？阿母人咧破病啦，恁爸来去车甲穿堂机啊注射啦。阿母来破病啊？蔡主，无麻烦你来阮兜走一走。免啦。听啥？啊？用上贵上好的药啊，钱我算啊个。无问题，有带迄个带进口，你看先单，我做用的。好啊，慢点啊。别。蔡主，我今去产线台后面用药啊，我看哦，要是你带去，我才放心啊。这大档的调料，细起也着还佫煮哦。哎，这米好上单嘞，安尼做咯，靠效较紧好啦，啊！安尼哦，着爱佫开偌济啊？够啊！有钱人啊，应该烦恼唔烦恼啊，不应该烦恼啊，哭烦恼，讲啊你吼。啊，我无烦恼这，我是要烦恼啥？烦恼恁手金啊有？手机嘛是安怎晓？这哦，这。讲手金啊，甲蔡医生啊，是讲吼，这拢别人讲的啦，我也是莫讲较好啦。蔡卡村，你讲话哪会安尼啦？啊，到底是安怎？阮新妇安怎？啊，你安尼愈讲，我听了愈来愈花呢。我规讲你听啦，到这来啊。讲起实在，会头到这呢，也人咧讲我蔡医师甲恁手金啊，实在哦，安尼啦，讲吼，因两个人的关系哦，无讲正正常。啊是安怎讲呢？要着常常看到迄蔡医生，也甲恁手金啊脚踏车载来载去，哇，手金啊拢咧甲摸条条数按按呢。唉，是讲哦，我个人感觉这无怪呢。安怎讲呢？人个蔡医生缘投佫体贴咧，吼。啊，讲恁蔡医生啊，安尼啊，甲人比起来吼，也无怪讲人会安尼做。总我一句，
这不是我讲，这种别人讲的哦。蔡医生想了解阿母的病情，你安尼，敢唔惊耽误着阿母的病情先？唔是我无互恁入去啦，是阿母无爱看着迄个医生。意思啊？嗯？恁爸即摆是穿西装啦，绅士人啦，受气会破坏我的气质。嘿，谢出来。啊，你嘛真厚面皮啊！转转去啦，莫等恁爸废面哦。我的面皮本底就真厚，我6点才豆豆等我紧，但我看到阿母我袂放心。好势好势，拢好势啦。局长，啊，拢咱哟哦，你今日到哪里啦？听看，啊，老板母啊，放心啦，做个特效药吼，也没好势，啊，休困一下不代志。我先来走，我踮咧足无用的呢。啊，来去啊！啊，对。手机嘛，蔡师傅，我特别想交代哦，最近老母吼，就伫内面心情真歹，最好就莫入去甲看，无毋多个起性地个安就无，我甲恁交代过安尼。哦，来去啊！咱两个讲我出来时阵是嘛，因两个人的关系哦，无讲真正常。啊是安怎讲呢？要着常常看到迄蔡医生，遐甲恁手机啊脚踏车载来载去，哇，手机拢安尼甲抹条条数暗暗的。唉，是讲哦，那个蔡医生缘投搁体贴的，吼，啊，讲恁周生啊，安尼。母啊，阿母，你是安那？安尼家己下针拔起来啦？安尼敢好？为今仔开始，我不准你去卫生室甲上班。为虾米？恁老母不准你来遮上班，若是安尼，你是要怎过来？你无讲你，就甲我包落去。吴总啊，我唔甘我。哎呦，哎，迄鸭卵目目吼，毛芳啦，你甲看，你甲看，哎呦，啊！你挂好先。手机嘛，买菜。哎呦，手筋啊！啊，人讲点点食三碗公啊，啊，想袂到你还讨客兄哦，表扬死着哦！
哎呦，看袂落，看袂落啦！这看落吼，我会生目尖啦！来来，行行行行，转来转来，太哥哦，紧来去经验。我是安怎来起了？水星啊，手机还袂转来晓？啊袂咧。哎呀，哇，你面是安怎？那一搭一搭红红啦。啊？我着赤甲穿哦，啊来甲我注射了，我着病啊尔，啊气安尼啦。水星啊，我为啥人足艰苦的呢？我今日叫车卡穿来。免啦免啦，我要坐遮等秋金转来。我爱秋金甲我答应一句话，甲我答应，我死都无伊。